Hello， 安迪啊！相信今日咧，作為香港馬迷咧會感到興奮同埋咧真係有少少都感動嘅。不過再講咧，嘉應高升點勁再睇佢點樣跑啊，甚至乎點樣威法咧，坦白講都會感覺到悶嘅。所以呢條片比較特別咁我揾咗一啲咧日本馬迷究竟點樣睇我哋嘅嘉應高升咧佢哋嘅説法非常之特別㗎。我覺得咧即係再勁再贏咧，其實都冇乜新意㗎啦。但係咧，如果係令到敵人咧感到害怕同埋驚訝咧，先係真正王者。即係簡單啲嚟講，你未去到嗰度比賽，令人哋咧話可能咧驚到賴尿腳震咧，咁先威㗎嘛，係嘛？破紀錄18連捷啦！同一時間喺日本當地，其實好多馬迷咧都有睇住嘉應高升咧點樣破紀錄。喂，佢哋竟然有個想法點樣擊敗嘉應高升啊！喺呢個片會同大家講下嘅。另外啦，由日本馬迷親口講佢哋最強短途王龍王全盛期都有可能咧輸俾嘉應高升。喂，你要記住嗰度係日本喎，日本嘅馬迷其實點樣推崇備至佢哋嘅馬王級呢？就算攞把槍攞支嘢指住佢佢哋都未必話認低威，竟然就咁講話全盛期龍王呢都不及嘉應高升。喺呢條片會同大家傾下嘅。訂閱頻道朋友記住按住呢個步驟做訂閱頻道咁就可以啦。因為咧嚟緊咧除咗長片之外咧，我亦都會上一啲短片嘅，咁就唔會遺漏咗。另外賽日如果想收到我嘅免費資訊嘅話咧，好似側邊呢啲咁啦，咁大家知啦，有加嘅朋友咧一定知㗎。除咗熱門之外，我亦都會有冷門同大家分享。將我 WhatsApp 加落你哋嘅電話簿度。另外喺 WhatsApp 度 say 個 hi 或者 hello 啦，我覆咗你咧，咁就會加大家落個社群度啦。社群咧亦都會咧分享一啲攬膽嚟緊我都會喺策局入面咧分享一啲冷門嘅配腳啦，甚至乎足智賽咧都會喺社群入面咧同大家分享噶。所以如果想收到資料，記住加 WhatsApp 落你嘅電話簿度 say 個 hi 或者 hello 咧，咁就可以噶啦。首先睇下啦，咁日本咧今日咧其實都有即時報道話佢哋咧真係唔香港馬迷真係唔好以為咧話淨係香港及住，全世界各地咧甚至乎咧喂日本大家都知啦，幾多馬痴馬迷噶啦都即時及住嘉應高升哇啲報道咧好長篇好詳盡嘅好，先睇下佢哋究竟點樣評論喂，佢哋呢度咧首先紅色箭嘴嗰度。亦都講到嘉應高升唔係18連捷20連捷都冇問題。藍色箭嘴嗰度咧唔係講笑佢哋連咧講全盛期嘅龍王咧都有機會輸。坦白講呢句啦，真係大家即係如果係作為一個資深香港馬迷其實見到咧就算咧即係講真啦，大家喺比賽入面梗係人哋叫敵方噶啦敵方可以咁樣認低威。話自己嗰邊最強嘅龍王都要輸啦，喂，真係好自豪㗎呢啲雖則嘉應高升唔係我嘅啫但係咧我哋企喺香港嗰邊咧，其實咧真係好開心嘅，見到都係嘛。好啦，跟住啦3個箭嘴，藍色箭嘴嗰度啦日本當地馬迷咧，其實咧佢哋嘅出輸出勝都會計下點樣啲時間。佢哋用咧香港嘅時間譯翻去日本當地嘅時間咧，都講咧嘉應高升咧應該咧如果就係喺嗰面跑1400米咧，都破埋日本紀錄噶啦。好啦，紅色箭嘴嗰度啦佢哋咧就話咧香港嘉應高升贏完之後啦，咁其實希斯咧都講過嗰啲部署希望咧佢咧唔好淨係遠征澳洲同埋杜拜，因為咧冇提過遠征日本嘅，所以咧日本馬迷咧佢係當然係感到害怕啦，嚟到因為冇馬可以抵擋到佢嘛。但係問題嚟講咧，佢哋都係好希望咧嘉應高升好似浪漫勇士咁咧遠征日本。綠色箭嘴嗰度啦佢哋都覺得咧，除咗嘉應高升之外咧，輸俾嘉應高升嗰2-3隻馬咧，都有級數挑戰高松宮杯㗎。所以咧，千祈即係唔好覺得喂，淨係嘉應高升，佢哋嘅眼光咧，亦都望緊嘉應高升嘅對手即係佢哋都好尊重其他對手例如嗰啲咩金鑽貴人啦驕陽明駒咁樣嘅。好啦，好啦，上面綠色箭嘴嗰度啦，佢哋亦都講咧香港短途馬點解咁勁咧？會唔會咧係咧個問題，即係嗰個分野在於訓練方式即係大家都啲馬都係喺外邊揾翻嚟，或者係總之都係嗰啲方法嚟㗎啦
咁點解香港短途馬咁強勁呢？嗱，大家都知道日本就長途馬勁啦，短途馬就係真係渣啲。咁耐以嚟得隻龍王，但係香港馬咁耐以嚟咧都可以咧，即係稱霸咧，其實都即係好，即係個訓練模式咧都非常之重要嚇。嗱，咁啊中間嗰個紅色箭嘴啦，咁啊呢個馬迷就講咧，根本就唔係一場一級賽，係神操嚟嘅，係嘛？即係覺得嘉應高升根本就神操嚟啊！下面嗰個咧就覺得咧根本就唔係一級賽啦，係唔同級數啊！即係佢覺得咧呢場賽事咧都係一場咧應該調高個班次啦，俾嘉應高升去跑啊！咁但係我心諗仲有啲咩對手可以同佢跑咧？係咪先？好啦，跟住啦，上面啦藍色箭嘴嗰度啦，從來根本就係訓練同神操，即係佢講啊嘉應高，佢冇提過嘉應高升輸俾氣勢㗎，即係氣勢贏咗嘉應高升嗰兩仗我冇提過㗎，從未正式戰鬥過㗎。好啦，紅色箭嘴嗰個亦都係啦，好希望咧遠征日本高松宮杯啦。嗱，因為咧其實日本馬迷咧計短途馬咧，佢哋係計1200米，就唔係話點樣去計1600米，所以成日講嘅高松宮杯啊，或者係短途錦標咁樣啦嚇。好啦，下面咧綠色嗰個比較特別啦。嗱，我相信呢個即係佢都中意睇中國嘅書。嗱，佢話咧，如果同咧嘉應高升對戰咧，只可以用《孫子兵法》上嘅36着。走為上着咧，先係上策嚟嘅。好啦，跟住啦，上面綠色嘅箭嘴啦，好簡單啦，恐怖啦，即係感覺到嘉應高升嗰個即係實力咧係非常之恐怖嘅嚇。好啦，下面嗰個紅色箭嘴啦嚇，咁啊點樣咧吸引啊？我打錯字喺度，吸引咧嘉應高升遠征嘅方法咧嚇有兩個喎。嗱，呢啲真係都幾特別嘅睇法嚟。第一，提高獎金啦，即係好似珠峰錦標，佢哋見到嘉應高升去挑戰珠峰錦標，咁啊冇嚟日本，咁係咪應該提升獎金去吸引嘉應高升呢？另外啦，以嘉應高升為名嘅特別賽啦，話呢個應該難啲啦，哇！竟然諗到咁樣喎係嘛？即係將人哋外國嘅馬匹改為特別賽而吸引人嚟，哇！真係幾威水啊，係咪先？即係等於你中意 C 朗嘅，你要挑個銅像嚟。佢都唔知佢嚟唔嚟嘅，吸引佢嚟咧，咁先有用嘅。呢個係真係非常非常之尊重。好啦，上面啦，紅色箭嘴嗰度啦，咁啊感到榮幸啦，即係見到嘉應高升18連捷。其實日本馬迷咧都冇話淨係企喺日本嗰邊，佢哋都好客觀睇嘢就。好啦，中間嗰個啦，藍色嗰個咧就話嘉應高升咧係一隻完美嘅戰區啦，即係毫無瑕疵、毫無缺點嘅。坦白講，暫時真係都係即係你冇見過，其實有缺點就唔會漏閘啦，所以又唔可以講話如果漏閘究竟佢點贏呢？所以呢啲冇得話假如。好啦，跟住啦，見到上面紅色箭嘴啦咁咧其實咧日本馬咧受挑戰咧，究竟日本馬點樣可以贏嘉應高升？佢哋話即係意思，因為上面有啲我冇 cap 落嚟佢哋啲對話嚟嘅。日本馬受到挑戰咧，究竟點樣去贏？呢個頭都話。另外中間啦，藍色箭嘴根本懷疑嘉應高升唔係一匹馬嚟嘅，咁唔係一匹馬係咩？係車係坦克車啊，係咪先即係佢哋呢啲説話咧係非常之尊敬而又感覺到哇，咦我都未見過啲咁勁嘅係嘛？咁啊大家見過啦係嘛？即係例如一個女人好靚嘅，都唔知係咪女人嚟嘅，男人嚟嘅咁啊，即係會咁樣嘅形容噶嘛。好啦。上面啦，藍色箭嘴啦，咁啊呢個直接啲啦，懷疑佢係汽油推動嘅，唔係血肉之軀嚟嘅嘉應高升係用柴油推動嘅，所以咁勁抽嘅下面嗰個咧就紅色箭嘴啦，勁到咁係馬嚟嘅咩？即係簡單啲嚟講，見到嘉應高升邊又冇得點樣推騎咁，見到佢係馬嚟嘅咩？即係撳個掣咁咧，就基本上就可以輕勝啦。好啦，跟住啦，上面紅色啦，咁啊點解佢唔挑戰安田紀念？首先咧，有啲朋友未必知嘅，咁啊，日本馬迷咧，其實安田紀念咧同埋高松宮杯都有級數分野噶啦。安田紀念咧喺佢哋眼中係高級啲，所以咧浪漫勇士咧贏到佢哋咧，佢哋係好想揾馬擊敗浪漫勇士報一戰之仇。但係咧高松宮杯同埋短途錦標咧，佢哋都覺得係一級，但係咧就並非安田紀念、寶塚紀念、有馬紀念嗰隻級數嘅。所以咧，浪漫勇士咧呢一戰咧之仇咧都好難報啦，因為我相信浪漫勇士可能跑多1年已經退役噶啦。咁啊，好啦，下面啊亦都見到啦，藍色箭嘴嗰度啦，期望佢日本挑戰啦，因為日本馬迷其實都
佢哋好少嗱，以我所知咧，日本馬迷咧，佢係好熱情嘅，但係咧好少咧話去外地睇跑馬嘅，即係唔似香港，例如香港得幾百萬人，可能熱情起上嚟都可能咧去千零2000人咁樣嘅，但係日本咧其實佢飛百幾人過去咧已經好嚴重㗎啦。好啦，藍色箭嘴啦，上面咧竟然係嘅意思咧，佢哋嘅意思，因為佢哋都對話咁，我 cap 翻。一匹浪漫勇士都未夠咩？即係簡單嚟講，仲整多隻嘉應高升嚟，因為上面佢哋係傾緊咧遠征啊！啊，嘉應高升會唔會遠征日本啊？咁啊，仲講啦，話一匹浪漫勇士未夠咩？仲整多隻嘉應高升，真係乜嘢杯賽都輸埋俾佢哋啦，冇仇報啦嚇！好啦，中間嗰個啦，認同嘉應高升咧係史上最強短途馬啊！即係覺得佢咧係史上最勁嘅短途馬嚟嘅。好啦，跟住啦。嗱，上面紅色啦嘅呢個緊要啦，呢個馬迷咧覺得咧唯一可以咧擊敗嘉應高升或者應付佢方法啦，即係唯一可以贏嘉應高升嘅方法咧，其實咧佢哋成日做嘅，揾馬包圍佢。嗱，而家嘅馬迷咧未必會知，以前咧好多咧無論係香港馬遠征啦，例如精英大師、奔騰啊、牛精福星，都試過咧日本嗰隻咧馬匹團體作戰方法。佢哋好狼死，好癲嘅。點解咁講呢？佢哋就算係唔同馬房、唔同騎師、唔同馬主啦，只要擊敗外敵，佢哋就會合體。咩合體啊？韞住你咯，唔俾你出嚟咯，啊或者幫你頂你出去咯。佢哋個團體戰係非常之恐怖嘅嚇，所以咧嘉應高升過去咧話其實真係幾危險嘅嚇。佢哋嗰啲又唔可以講唔要命嘅跑法啦，嗰隻合作性質係令你驚訝。根本唔同騎師、唔同練馬師、唔同馬主都可以合體去咧抵抗外敵先，邊個贏唔知啦嚇，幫你封咗位先，韞住佢。當年如果大家可以抄翻啲片咧嚇，靚蝦王咧就唔同，靚蝦王因為冷門啊，佢哋睇少咗靚蝦王，所以俾佢贏咗。但係咧奔騰、原居民、牛精福星、精英大師都試過俾佢哋韞住嘅。好恐怖㗎嚇！精英大師大家話點韞啊放頭，佢哋揾隻馬去燒佢，然後可以揾隻馬喺側邊去吸住佢啊！嗰個高難度方法咧，喂真係咧好犀利嘅。好啦，下面啦，咁啊練馬師訪問之後咧，即係好失望啊！咁啊嘉應高升跑完之後咧，阿希斯亦都講咗啦，餘下咧就可能出場2級賽啦，然後跑埋個尾關啦，跟住啊部署珠峰錦標，但係完全毫無提過遠征日本嘅。咁啊，梗係日本馬迷咧，所以咧咁就感到非常之失望嚇。咁啊，即係日本馬迷真係好希望即係嘉應高升遠征。我相信如果嘉應高升遠征咧，機場咧都好多馬迷等候啊，或者係嗰個佢哋嗰個練習場啊，忽然間唔記得咗個練習場叫咩名。好啦，呢個最後啦，精英大師咧已成過去。其實精英大師咧喺日本馬迷心目中咧係非常之強嘅短途馬嚟嘅。因為咧就算係而家大家去日本咧，去到書局咧揾啲短途即係揾啲馬匹書咧，都有講精英大師㗎，即係話佢幾勁，甚至乎大家玩嗰隻賽馬啦嚇 Winning Post 啊，或者係 G1 Jockey 咧，精英大師都係有一定級數嚟㗎嚇。咁啊中間嗰個啦，紅色箭嘴啦，最後啦，亦都講咗啦，嘉應高升唔係馬嚟㗎，係車嚟嘅嚇，即係佢哋咧根本就揾唔到解釋，喂點解呢隻馬咁勁嚇？竟然咧，即係只能夠用車嚟去形容嚇，所以咧嗱，大家睇晒啦，呢啲日本馬迷嗰啲留言啊，甚至乎佢哋嘅睇法咧，佢哋咧真係都好重視我哋呢匹香港馬王嚇，亦都最重要係都未挑戰日本啊，而日本馬迷咧都即係有驚嘅感覺咧，其實咧嘉應高升我相信啦，即係主觀啲啦，唔好話再話會唔會話點樣去隔空冇得比較咧嚇，從來香港冇一匹馬未遠征都可以令人哋咁驚嘅王者級嘅表現。咁當然啦，浪漫勇士係其中一隻嚟嘅，但係咧以嘉應高升而家先係嗰個歲數，而家先係5歲仔，起碼仲有一年全盛期玩咧，真係香港嘅光榮嚟咁。喺到最後亦都預祝啦，嘉應高升不斷咁可以破紀錄嚇。咁最重要就係身體健康啦嚇。